咁我哋今日要講嘅主題係究竟興趣定係學習邊樣重要啲呢？咁首先我作為一個中學生，我係覺得興趣同學習係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係楓葉，歡迎收睇今集嘅休閒 talk。咁我哋今日要講嘅主題係究竟興趣定係學習邊樣重要啲呢？咁睇到嚟呢度，如果你哋有中意睇呢種 talk 嘅片嘅話，就記得訂閱我呢個 channel 啦。咁我哋事不宜遲，開始。咁首先我哋就一齊嚟探討下究竟咩興趣、咩學習先啦。咁興趣其實係指對事物有一啲喜好或者關注嘅情緒。咁興趣喺人嘅生活裏邊係有好重要嘅意義噶，因為興趣可以令人集中同埋令人產生愉快嘅心理狀態。咁之後學習就係指通過閱讀、聽講、思考、研究、實踐等途徑嚟獲得知識或者技能嘅過程。咁學習可以分為兩種。咁第一種就係通過閱讀、聽講、研究、觀察、理解、探索、實驗、實踐等手段嚟獲得知識或者技能嘅一個過程，係一個使個體得到持續變化嘅行為方式。例如喺學校通過教育獲得知識嘅過程。咁第二種就係喺人嘅生活過程中，通過獲得經驗而產生嘅行為，或者行為潛能相對持久嘅行為方式。咁我哋分析完興趣同埋學習嘅意思，咁就講下我嘅個人睇法先。咁首先我作為一個中學生，我係覺得興趣同學習係差唔多，係相輔相成嘅嘢嚟嘅，因為係要通過學習先至可以獲得興趣噶嘛。即係例如你中意音樂，你都要學音樂、學彈琴、學唱歌，先至可以運用音樂呢一個興趣。咁其實學習都一樣，因為如果你對歷史、中文或者數學有興趣嘅話，你都係會努力咁學呢啲科目。咁呢個都係一個興趣，所以都係要學習噶。咁所以我個人認為興趣同學習係冇分邊個重要啲，都係一樣重要嘅。因為如果興趣或者學習冇咗是但一樣，都係會失去埋另一樣噶。咁所以我個人認為兩樣都係一樣咁重要嘅，係冇分先後次序。好啦，咁今日呢條片就到呢度啦。如果中意我拍呢種 talk 啊分析嘅影片嘅話，就記得 subscribe 我個 channel 同埋有條片啦，仲有 follow 埋我嘅 Instagram 啊。我哋下條片再見，拜拜。